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時間，我是今晡日要教大家運動的阿凱先生。等一下要教大家練的是提升我哋肌肉力量的動作哦。提升我哋肌肉力量的話，我手臀腳拿東西的時間、行路的時間那麼有力咯。等一下路向下停頓先生來運動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先來做18臀身體熱烘來的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一隻腳先開體內烘，另一隻腳向頭前用體內烘。做的時間呢，我嘅腳向頭前，7條向頭前。師傅先向頭前送出去，送出去的時間，我兩隻手向頭前向當高壓烘來，變下來的時間慢慢啊變下來，師傅路向後背，安尼變下來，向後背坐下去，頭前一隻腳伸出，安尼算一個哦，安尼向頭前。數壓烘來，變的時間，師傅向後背數變下來，安尼慢慢啊做，變下來，我哋做的時間咧，壓烘來的時間可以縮起。下來的時間可以跳起，數壓高的時間呢，到當高的時間可以停一下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師傅向後背的時間向用哦，可以停一下哦，上去下來，一片做下，我哋錄完片，向用。壓烘來，變下去，壓烘來，變下去，壓烘來，變下去，縮起，跳起。下一個動作咧，做的時間先坐體內烘，我哋嘅腳一隻變頭前，一隻變後背。變的時間咧，我嘅手可以變體內烘，身體咧向頭前，慢慢啊向嘅右手邊轉過來，轉過來的時間，你嘅腳打開來，慢慢啊。變到安尼，手變體內烘，安尼算100，向個左手邊踢200，2、3、4、5、6，做400就好誒哦。8、9、10。一下我哋要開始來做我哋嘅主運動誒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做的時間。先開體內烘，兩隻手向頭前，變的時間咧，手向兩邊打開來，腳7條開體內烘，身體咧放輕，慢慢啊向體內烘下去，用嘅兩隻手伸出，慢慢啊烘來。變下去，伸出，
好，慢慢走路好的哦。好，數唇齒，可以停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安尼吸氣，放落的時間，吐氣，安尼算100，1、2、3、4，記得哦，做的時間，你的身體會平衡哦，唔好變安尼，變呢師傅安尼，安尼下去，安尼路唔錯嘅哦。好，做的時間，舌頭開天來風，身體向頭前，好，安尼慢慢的下去，放來。下去的時間，你的身體會向頭前，安尼傳出去。數唇齒放來，下去，放來，慢慢走路去哦。下去，放來，好。如果你呢手啊、胸痛啊有力的話，可以用來做，可以。兩隻腳向你的後背唇齒，安尼好，慢慢的下去，放來1，好，吸氣，吐氣2，好，吸氣，吐氣3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有力的話，你可以安尼做。第二個動作咧，我哋做嘅時間，舌頭開天來風，好，我哋嘅身體慢慢啊，用我哋嘅天來風。一開始嘅時間，我哋可以先做我哋嘅手路開，手用嚟做，手用天來風，我面看天來，好，兩隻手咧向當個壓風來，1，慢慢啊下來。2、3、4，好，無力的話咧，壓風落的時間，放下來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壓風來，放下來，休息一下，好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有力的話咧，可以用嚟做咧，可以拍天來風，數唇齒，腳嘛唇齒，好，做嘅時間，數唇嘅腳向下壓風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要慢開始，我哋可以第二個同第二個動作向下做哦，用嚟做咧。好，咁樣第二個動作。舌頭開天來風，下去的時間，都安尼變，數唇齒1、2、3、4，好，無力的時間可以做一種如何開天來風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放來，下去，放來，好，要兩個動作咧可以向下做，好，啊，第二個動作可以安尼放天來風，好。唇齒，好，你
右邊的手，左邊的腳，可以壓風來1、2，要慢做，好，慢慢啊做，安尼做係可以哦。1、2、3，好，我哋穩片，穩呢，左手右腳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字面一擺，兩隻手兩隻腳向下做，1、2、3、4，慢慢做入海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多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等下你叫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一晚愛開始來做我哋嘅主運動嘅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做嘅時間先面體內風。好，做嘅時間兩隻腳掌嘅向體內當高，兩隻手向嘅身體嘅兩邊。好，一隻腳先伸出，向體內風入海，用一隻腳出力臀嘅四腹向當高順風來，安尼算一擺。好，下來嘅時間慢慢啊下來。好，四腹出力向當高，1，慢慢下來，2，好，下來嘅時間可以縮氣，上氣嘅時間，吐氣，縮氣，出力吐氣。不用輕鬆的時間，吐氣，好，出力，好，不用輕鬆，安尼慢慢做入好嘅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可以嘅話咧，順勢一隻腳可以壓風來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一慢嘅人一隻腳做開咧，換另一隻腳。好，同樣哦，另一隻腳順勢向體內風。好，同樣出力嘅時間，四腹向當高，順上去，1、2、3，好，慢慢做入好嘅哦。4、5。好，有力的話咧，順勢一隻腳行風來，8、9、10，好，有的人一隻腳做無力的話，
擼兩隻腳向體內方，好，向陽用六隻腳臀四腹向東高，送上去。下來的時間擼慢慢啊，好，不用下來，不用到你的四腹，不用體內方，好，慢慢啊向東高，臀四，不用下來。向東高2、3、4，出力的時間跳起，下來的時間縮起，跳起，縮起。8、9、10、也慢我來做我哋第二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咧，我哋可以拿一種燈呢。做的時間，手可以不用墊的當高，一隻腳，我哋先做我哋的左腳，向個左邊扔出去。好，開始的時間，我哋的四腹向後背，向後背俯下去。你的手都不用墊的當高，放落的時間，用你的右腳臀的手挺住。好，放落安尼如何誒？好，開始了哦。你的四腹向後背，慢慢啊下去，放落1、2，好，左邊的腳唇齒如何誒哦？3、4，好。記得做的時間係我哋右邊的四腹向後背哦，唔係右邊的膝頭向頭前哦，安尼都唔錯嘅哦。好，下去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彎腳，向用彎矮點的右邊的腳，向點的右邊扔出去，好，四腹向後背，1、2，好，有力的話咧，手可以用你的四腹當高，好，下去。放來2、3、4，好，下去的時間縮起，放來的時間跳起，8、9、10，運動做起來，也嘛我來做18分身體不用強鬆的動作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左腳向頭前的體內方，右腳向後背唇齒，兩隻手向體內方。開始的時間，我哋左邊的手向後背向東高，安尼唇齒慢慢啊歸來，安尼算100吼，向後背向東高，唇齒歸來。
唇齒，安尼歸來，吼。記得咯，做誒時陣，個樹唔好向後背哦，係向外邊個蛋糕一片，唇齒慢慢啊變下來，好，唇齒變下來，好，無力的話，個後背一隻腳會開天來風，好，慢慢啊做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哋要慢穩片哦。同樣，我哋右片腳向天來風，後背一隻腳同樣唇齒，好，樹向落背向蛋糕，唇齒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向蛋糕壓風落的時節，縮起；下落的時節，頭起；縮起，頭起；縮起，頭起。好，一慢我哋揾第二個動作，先一隻腳。開天來風，兩隻手並頭前，另一隻腳咧向個另一片唇齒，安尼並天來風。好，我哋咧也慢右片，一腳開天來風，用我哋右手向個左手片，唇過去，向右手片壓風來，一。你慢慢做入好的哦，三，好，慢慢啊做，轉風來，好，要慢穩片，左腳開天來風，右腳唇齒，好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今日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你嘅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頓，我哋下次見。